呢支咧叫做歐白芷根，亦都叫做當歸根。咁佢其實咧都係當歸類嘅一種，只不過咧佢入邊有啲品種唔同咁樣。咁佢嘅味咧就唔係太似當歸嘅，但係咧佢嘅功效咧就同當歸咧比較都幾似嘅。對同中藥嗰種當歸有啲似嘅，又係對婦女咧有好處嘅，又係對婦女一啲調整荷爾蒙啊，或者更年期啊，或者一啲血氣運行得唔好啊、宮寒啊，咁都有好處，係一個女性嘅補品嘅精油嚟嘅。咁想知道個詳細關於心理啊、生理同埋皮膚嘅功效咧，可以 click 下底嘅網址。咁啊，呢段下底段片咧就會有個詳細嘅介紹。